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卡姐。話說咧，最近係忙緊搬屋啦，勁耐冇吸收新鮮空氣啊，所以咧今日帶大家嚟澳門行山，耶！金像步行徑係一條位於竹灣馬路嘅循環式步行徑，附近有金像農場。一行入去咧，佢嘅環境都係好舒服噶，完全唔難行啦，就算新手都可以 handle 到。嘻嘻，嚟到打卡時間，等我影多幾張靚相先。行完山想食得健康啲，知道澳門咧有好多創意嘅素食餐廳，所以就嚟到 Factory Macau 醫下肚先。開飯啦！真係好似食緊肉咁喎，佢連個芝士咧都係素㗎。工作繁忙，更加要食得健康啲。每星期要有1日 Green Day。食飽咧就帶大家行下市集啦。嚟到呢個新橋傳統市集，佢哋由10月29號至到11月20號，連續4個禮拜嘅星期5、6日，就會喺新橋花園同埋周邊一帶同步開市。加油啊！你好叻！呢個係咩嚟㗎？呢個。呢度一共有5個市集㗎，大家都過嚟澳門一齊支持下本地嘅手工製品啦。原來澳門都有好多玩法㗎，好似我咁行下山、行下市區，試下啲小店嘅素食，人潮少啲，幫到自己 refresh 之餘，又可以幫啲小眾旅遊區，非常之好啊！你哋都快啲嚟體驗下啦！